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。另外，伫其他消息方面，屏东市传出着一件红婴仔死亡意外。伫个14号下早11点外，一个2个月大的姓母的查某红婴仔，伊倒伫个因兜的眠床，结果去互伊的妈妈发现的时阵，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，送病院了后，共款是无救回来。原本是讲，即个查某红婴仔甲伊2岁大阿兄做伙困伫个眠床顶，好亲像是因为阿兄伫咧变身的时阵无小心才来缀着伊，毋过呢夜早会无困。毋过即个警方勘查了后，案情是大转变咯。即个查某红婴仔当时是家己困伫个摇篮内底，妈妈呢甲伊阿兄是困伫个涂骹，兄妹2个人无困做伙，即阿兄是要安怎缀着小妹呢？嘛，互人想拢想无。即嘛警察嘛怀疑讲，即查某红婴仔伊的死亡原因是无单纯。救护人员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一个妈妈真紧急将红婴仔抱起咧救护车急救，看到即个红婴仔规身躯软膏膏，早就已经无咧喘气。救护人员嘛随来 CPR， 坐伫边仔的妈妈又搁惊又搁烦恼的心情拢写伫咧面，搁不时咧哭。坐伫边仔查某婴仔的哥哥天真无辜的模样，敢若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。经过评估，患者现在呼吸心跳。立即做 CPR 急救，直到医院。出来救人啦，像隔壁讲因那死啊，安尼真哭啦。家属听到消息，真正毋敢相信，代志就发生伫咧14号早起11点外，屏东新北乡。当时即对姓母的小兄妹仔当咧困，但是2岁大的哥哥敢若是伫咧变身的时阵无注意去缀着敢若2个月大的小妹，互即个小妹无法度来喘气，就算妈妈随发现，将人紧急送病院，无奈也是救袂回来。妈妈睡醒之后，发现这个几个月大的小朋友已经没有呼吸、心跳，急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哦。警方伫咧即间厝内扭起封锁线来咧采证，详细调查即个查某婴仔死去的原因。无想到新的发现，即个查某婴仔是家己困伫咧囡仔床顶悬，妈妈甲阿兄是困伫咧边仔地板顶悬，即个悬度相差30公分。阿兄是要安怎缀着小妹，嘛是互人想无。警方嘛怀疑即个查某婴仔的死无单纯。相关的原因还是要请检察官跟法医调查。警方伫咧现场无发现烧拍的情形，到底死者是因为阿兄一个无注意，也是另外有温情，就爱搁等调查。但唯一会当确定的是，即个查某婴仔已经未负大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